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拱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喜不喜欢棒球亚 Q 呢？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。而今天 Coco 自己要带大家直击的就是棒球球员喽。职棒球员他们平常呢训练真的非常的辛苦，而在他们职业生涯当中，到底有什么令他们难忘的或者是辛苦的部分呢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喽，走喽！职棒 Q 球跟打击努力练习，因为晚上的亚 Q 比赛相当关键。职棒球员为了替自己的队伍争光，得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。不论是 Q 球还是打击，他们几乎从小就开始当球员，得要练体力、练技巧，每天都得练习。就算大太阳、挥汗如雨，也不能歇困。今天我们就要问问德龙，当棒球选手，他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当然是球员受伤的时候，因为通常受伤的时候是训练还有复健的量会比平常来个1倍或2倍多，然后最累而且最辛苦，要忍耐一些都会比平常的训练还多。于德龙最近也积极复健，因为受伤让他吃尽苦头，不过总算苦尽甘来，让他可以再度上场打亚 Q。德龙是非常棒的球员，而且是多功能的球员。今天很开心呢，能够邀请他跟大家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单字就是棒球亚 Q。亚 Q， 亚 Q， 亚 Q， 大家要多练习几遍哦。台湾亚 Q 世界有名，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，却是因为这些球员努力的为国争光，他们让台湾亚 Q 扬名国际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讲到台湾的棒球，我们真的可以胸有成竹，因为台湾棒球真的是世界第一等赞的。当然喽，我们要来学学看到底这棒球客家话该怎么说呢？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棒球了，棒球的客家话就是亚 Q， 亚 Q。第二个呢就是好了，投手投手投手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看到一整句话哦，你要记起来，好好跟国外的朋友说，台湾棒球世界有名，台湾亚 Q 世界有名，台湾亚 Q 世界有名。台湾的棒球真的是讲到我都觉得好骄傲哦，一级棒的，谢谢你们成为台湾之光。好啦，重点是要把客家话记起来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